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。在礼拜开始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牧者，应允牧养我们到永远。你使我们不致缺乏，因为你的供应是无比的丰盛完全。你也会为自己的名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正直公义的道路，即使走在阴暗的低谷，我们也不怕遭害，你必成为我们的保护。主啊，此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全心全意服侍敬拜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敬拜是你所喜悦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！很高兴我们在空中相见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是一个属于家庭的节日。无论你的母亲是否在你身边，都邀请你向你的母亲献上感谢，献上祝福。同时，也让我们用欢呼庆贺开始今天的礼拜。无论你是坐在电视机前面，在电脑前面，或是你用手机看，请你都借给我你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拍掌欢呼来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欢呼；哈利路亚，我们庆贺。主你战胜黑暗权势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欢呼；哈利路亚，我们庆贺。主你的生命已复活，你要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旱地，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。你是圣殿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，你彼此平安，彼此扶着地。是的，
的，求主你赐下平安与祝福在这块土地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你的，台湾是属于你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欢呼；哈利路亚，我们敬贺。主你战胜黑暗权势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欢呼；哈利路亚，我们敬贺。主你的胜利与复活，你要震动天地，你要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和地，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。你是圣殿，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。你彼此平安，彼此扶着你。哈该书第2章说到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。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阿们。你要震动天地，你要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和地，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。你是圣殿，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。你彼此平安，彼此扶着你。你是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和地，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。你是圣殿，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。你彼此平安，彼此扶着你。你彼此平安，彼此扶着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、将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我们相信你必赐平安，你必祝福这块土地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，在疫情的震动中，我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改变，有一些东西被挪去了，但是那不变的却长存，那不变的就是你的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主，你的爱也长存。你为我们献上的无价至宝耶稣，也永远陪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，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。唯有你配的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虽然有时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
止，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。我赞美你，宝贵奇妙的爱，唯有你配得，哈利路亚。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，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现在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为着自己的不足与软弱来献上赞美。主耶稣的恩典够用，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能力，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刚强。如果你愿意交托一切给主，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。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。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你是我尊贵的主，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。感谢主成为无价之宝，并且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母亲来看顾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体会那最初的爱与呵护。让我们用以下的诗歌一起来思想母亲的爱。清风吹，清风吹过树上，树叶儿呀翩翩摇，看不见摸不着，风的存在人人知道。妈妈的爱真正好，为儿为女忙到老，走不通分析不了，爱的存在人人知道。不能看见，不能测透，人是神，用心灵寻求，用心灵接受。就好像风，就好像爱，就好像风和爱。当你倾向，有了体验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。是的，爱就像风一样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一直存在。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不见得会回应身边爱我们的人，甚至爱我们的主。
愿我们一起回想爱如何触摸我们的心。清风吹过树梢，清风吹过树梢，树叶儿呀翩翩摇，看不见摸不着，风的存在人人知道，妈妈的爱真真好，为儿为女忙到老，测不透分析不了，爱的存在人人知道，不能看见，不能测透，人是神，用心灵寻求，用心灵接受，就好像风，就好像爱，就好像风和爱，当你亲身有了体验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，不能看见，不能测透，人是神，用心灵寻求，用心灵接受，就好像风，就好像爱，就好像风和爱，当你亲身有了体验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愿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寻求主，来经历主，也恳求主的亮光照亮在我们的每一位母亲身上，赐给他们从主而来的健康、智慧以及恩典。当我们献上祷告，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母亲，帮助他们安居在主你的话语里。孩子的祷告不完全，就用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2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攻读。要孝敬父母，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。愿上帝赐福听他话又去行的人。今天早上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29摩西7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大家平安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充满神的恩典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孝敬父母。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恳求您赐下真理的灵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。恳求真理的灵开我们属灵的耳朵，好让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好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来自于圣灵奇妙的声音。恳求真理的灵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从主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让主的话成为我们唯一的信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上回牧师在分享第2届的时候，就曾经说过，有很多人认为信了基督教就不要父母了，就不要祖先了。其实他们错了，因为在这世上很少有一个宗教信仰像我们一样那么强调要
尊敬长辈、尊敬父母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当中这样说。今天的经文说：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处的经文正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命当中的第5诫。10诫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。我们一再的提醒，10诫的前4诫重点是提到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而第5诫到第10诫则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在10条诫命当中，上帝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就是放在人跟人关系的第1诫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上帝是何等看重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。那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这条命令呢？其实我们领受并遵行孝敬父母这条诫命，不单单是为了父母，也是为了我们。因为我们要理解，所有的关系都是从父母开始。人要活得幸福快乐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学习享受关系。上帝创造我们，并不是要我们孤单，他把我们创造在群体当中，让人组成社会，让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人互动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在关系当中互相了解，彼此相爱。我们的人生会因为我们和生命当中的出现的其他人的交往，而且互相帮助，成为一个更丰富、更有意义的人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与父母亲的关系特别重要。因为大多数的人一出生，第一个建立的关系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，而亲子之间的关系常常影响着我们之后所有的关系。你跟别人的互动模式，常常是在家庭当中跟父母相处而定型的。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条命令，要我们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，这对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学习跟成长。那为什么是用孝敬来作为建立关系的开始呢？因为我们要理解孝敬这个字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，原本的意思是沉重的，是有重量的，后来就引申作为人所重视尊敬的。也就是说，做父母的在子女生命当中是应该有分量的，子女要在众人面前给父母亲适当的尊重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从孝敬父母当中去学习尊重其他的人。事实上，大家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如果在家不会尊重父母亲的人，这个人可能在社会当中就不会真正去尊重别人，在教会当中也不会尊重上帝。上帝安排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尊重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。因为学会尊重父母，将来长大之后到学校去就会尊重老师，就会好好的学习。在工作上面也会尊重上司，配合上司的计划，而且也会尊重属下，好好的管理属下，并且在社会当中就会尊重其他的人，就不会做违法犯纪伤害别人的事，也因此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。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不懂得尊重别人，因为在家庭当中，父母根本没有要求他们要尊重父母，父母过分溺爱孩子，一切都顺从他们的意思。那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，他们从经验当中学习如何去控制父母，有时候用胡闹的，父母就屈服了。久而久之，孩子就习惯了，以为在学校、在社会当中可以利用这种方式。所以难怪有一些年轻人，他们被称为草莓族，一旦遇到别人没有办法配合他们，他们就受伤了。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学习孝敬父母，尊重其他的人，因为尊重的功课就是由这里开始的。那接着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孝敬父母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个要诀，就是心道、耳道、眼道、口道、手道。
这5个要诀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去孝敬父母。首先，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心道。谈到孝敬父母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心啊。牧师要分作2个方向来分享。首先，第一项就是在心中我们要常常存有感恩的心，在态度上面我们要肯定父母对我们的价值，在和父母相处的时候，要不断表示我们心中的肯定跟感谢，特别要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，就要常常表达你对他们的谢意。其实我们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，做父母是很辛苦的，没有时间性，要求体力，要求智慧，会需要耗尽许多的精神。如果没有我们的出生，我们的父母会轻松很多。因此，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的辛苦来献上我们感恩的心。另外，我们也要常常用包容的心去体谅父母的软弱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包含做父母的都不完全。有时候我们以为父母一定要做到怎么样，要如何，但是生活的实况常常并不是如此。有时有意无意当中，我们会在家庭当中受到伤害，特别是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难免会受到最亲爱的人、最亲密的家人所伤害。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怨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家庭是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经营家庭生活当中，我们首先要有智慧，不能愚昧无知，要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来经营管理。但是我们也明白，不能单单用智慧、用理性，不然家庭就变成企业在经营，家庭的生活就变成例行公事。所以另外一方面，家庭必须建立在包容跟体谅的根基上。如果你愿意谅解、包容有欠缺的父母的时候，这也是孝敬的一部分。如果你选择包容跟体谅，多站在父母的立场来想，也许你就能够释怀，反倒会让我们从受伤当中去得到医治，让我们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项，就是心道。再来，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耳朵。在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这样说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听从父母亲的教导，是年幼的儿女最重要的本分，这是最基本的尊重。在我们尚未成长之前，我们愿意听而且顺从父母的教导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在圣经当中的和合本里面，在听从父母之前又加上要在主里这个范围，这说明听从并不是没有限制的、没有范围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的父母命令儿女做违背上帝旨意或是违背伦理道德、违背法律的事情，那就不是在主里的范围，不是所有的儿女应该盲从听从的。但是牧师也要提醒大家，万一遇到这种情形，我们依然要用十分谦虚恭敬的态度向父母解释不能听从的原因，尽量取得父母的谅解，要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保持自己的见证，千万不要用激烈而无理的态度，以致产生关系上的破坏。那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我们要用纯耐心去仔细的倾听。当我们渐渐长大，我们可能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，虽然你未必需要接受父母亲所有的建议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轻看他们的建议。你可以不同意父母的话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显出不耐烦、不愉快的表情，这就是一种接纳，就是一种孝敬。我们要听他们所说的，要礼貌的聆听，特别是要听出他们话语背后没有说出的爱，
其实如果父母亲不关心你、不爱你，他大可不必给你什么样的建议。圣经教导我们这样说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样，我们要学习眼睛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要常常留意、细心的关注我们的父母，要常常关注父母亲，关注他们真正的需要。有些父母亲不太愿意给孩子太大的压力，不会真正表现出自己的需要。孩子真正要仔细的去留心、细心的去观察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我们的衰退是很快的。我们如果没有认真仔细看，也许没有办法发觉他们的改变。如果与父母亲同住，要常常向父母亲请安问候，表达自己的关心，并留意父母亲的状况。如果没能跟父母亲同住，也要常常用电话关心探视，时常表达对父母亲的关系。实际上我们都以为父母亲不需要，但事实上父母亲真的需要我们的关心。接着我们要训练嘴巴的功课。我们要知道，很多父母亲年纪越大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尊敬就越来越少，他们能够被肯定的就越来越少。因为能够互相肯定、认同他们的同辈朋友，可能都相继离开他们了，而社会也不需要他们的技术跟经验了。而他们长大成家的孩子，也都忙碌其他自己家庭当中的事业，他们就越来越孤单，而且不被肯定与重视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父母亲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就是他们需要被你肯定。那实际的做法要怎么落实呢？我们可以常常用电话跟父母亲谈谈心事，家里有什么事情就找他们商量一下。有一些事情可以请他们为你祷告，让他们知道，让有他们的代祷，你会得到很大的力量，并且常常感谢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。这就是肯定父母，表达他们对你的意义重大。我们台湾人有时候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这真的需要训练。所以训练口表达，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守道。我们分作2个部分来分享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奉养父母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表达孝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奉养父母，供应父母亲的需要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是孙儿女，这些后辈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，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，这是上帝所喜欢的。这是表达得很清楚，奉养父母的责任在儿女身上。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，他们曾经为你洗澡，照顾你。当他们老了，情况可能要倒转过来，可能你需要喂养他们，替他们洗澡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上帝说，这是做儿女的一部分的责任，负起奉养的责任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到的。那另外，不要吝惜表达你的情感，用肢体动作表示你对父母亲的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有多久没有抱过你的父母？现在就这样做吧。现在虽然要保持社交上的安全距离，但是对自己的家人没有这个限制。回到他家中，我们清洁好，就给父母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总而言之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孝敬父母，不论如何，态度是最重要的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不只是母亲节或是父亲节，我们才要赠送父母亲礼物。平时就应该有孝敬父母亲的行动。孝敬的真理是上帝的命令，以此教导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功课。孝敬父母是有祝福的，最大的祝福就是借着美好的亲子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。愿大家都能领受这样的祝福。
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得着帮助，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如何透过孝敬父母来领受祝福。求主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你的真理，并照样去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要邀请母亲节小诗班来为我们献唱。这时候，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感谢你的爱，你的保守与带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才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你赏赐的。这时我们要献上金钱作为事工用，
并且献上我们自己全能、全身来服侍你，来荣耀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报告：本周特别事工，本主日为母亲节主日，祝福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！愿上帝纪念母亲们对家庭的关爱与付出，并赐福母亲们的身心灵都健康、平安喜乐，主恩满满。二、线上礼拜事宜。教会原定本主日开始具体聚会，由于疫情尚未完全解除，如果政府还没有改变公众具体指引的原则，教会不宜开始具体的聚会。因此，实体礼拜将源自政府公告解除公众聚会限制才正式开始。具体时间会再通知各位兄弟姐妹。在举行线上礼拜的这段时间，请大家依然用敬虔的心在家中敬拜上帝。愿我们齐心为疫情祷告，愿上帝保守眷顾。报告以上。这时，请蔡牧师来为养代祷。这时候，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献上我们的祷告。首先，我们为了疫情，为了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，为了我们的政府官员，求主让全世界的疫情快一点受到控制。再来，我们也为了全世界的经济还有社会的安定来祷告。最后，我们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永活的上帝，我们的主，求你保守眷顾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所有能力的来源。我们恳求您在此刻赐下真实的平安给我们。那些身体染病的，求主施行医治拯救；那些心里有惶恐的，求主赐下真实的平安。主啊，经历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患难，让我们更体会到平安的重要，更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并要献上感谢的心。我们谢谢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，许多带给我们祝福的人。我们感谢我们的政府提供完善的医疗制度，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，也感谢政府的官员严密监控疫情，并随时提供新的资料，让我们免于疫情的恐惧。主啊，此刻我们要特别为了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祷告，求你保守眷顾他们，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充满健康。也恳求主，你持续带领保守眷顾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让我们平安度过疫情的风暴，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作息。主啊，
我们也求你看顾因为疫情所影响的世界经济，让所有困苦的人得到保护。也求主让我们的政府在推动经济方案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有效地帮助需要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将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引导，让我们在你的看顾之下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。恳求主引领我脚步，唯有你不敢走人生路。恳求主时刻与我同行，以慈爱伸手扶持你，主我日日跟随你脚步，黑暗中从你发布中，寻回引导迷途的人，这是我人生迫切心愿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